到哪儿？我是让你马上上到1.5，现在先上到1.5。我现在还在模式人间。对的，我也跟前面有一个飞机比较近。好的。好，航道接获。222，你现在是云下能见了对吧？对的，这是天气可以。现在也3到8，这是下了1.8。哪一个调？3到8。3栋8，3到8，271下来高度对吧？好，多少检查一下？管理建议联系广州126.35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有分钟，因为天气不好，我只能下降高度。不要紧，刚按压了，好不好？有的降高。今天下不了1.5有活动。今天上来了。今天是不行，今天航向特别没多少。30。现在航向飞向麦00，航向1.5度。我看前面麦00上空那个天气不好。没问题。你现在马上下到900。好，他这样下900。3456建立完降。3456联系塔的185在线。高度。光学3456建立完降。OK。1秒的。光年3456。我现在建立完降了。看好了降，现在330度公有2米。好的。严格保持。严格保持3556，现在高度60米，出现安全。我这上面不太好，检查一下吧，等我往下放啊。好嘞。油门移位。138。引进灯正前方。你先不要看外面。看啊。3456看到引进灯。然后可以着陆，在地面330度公2米。好的。先看高度，做接好，上头跑道。欢迎进行一下一会儿啊。好，我现在给你按了。保持下滑道太低。对，下滑道太低。速度没事，大一点没事。先躲一点，不要轻易收油门啊！带着。345，6，这是我346。意大利是吧？意大利是一下，我先看。
现在过了沙田路这边左转，看一下我的位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给大家看不到你方向位置。我现在在左转盘3边了。在你刚才3边了，我常务员有飞。你现在不飞，我是5。现在高度多少？我现在高度12保持。12保持是吧？对的。刚才不好有3种也不好了。3456才能进。对了，3456，你现在位置？我现在在船上3边的位置，让其他飞机避让我一下。现在没有办法避让你，现在我们有一架飞机距离边地点14公里，高度600米。好的，不好有3种，我来到。我们紧急情况，现在我有紧急情况了，你让他们避让我。你让其他飞机避让我现在有紧急情况，我现在飞机在警告啊，让其他飞机避让我。那我现在已经要飞机避让你了，你现在3边对吧？对，我现在看的是3边位置。电力多少？现在电力6海里。小米2.3是吧？现在跟着下大雨吗？这是跑道。他这个分解一下，我先算一算。中间3456，让其他的飞机都避让我。我现在的话是紧急情况。那我现在已经从这飞机避让了。我也是有这种情况。我想要不懂。非常要不懂。那么你现在300米对吧？我要小航车，你看跑道检查可以找了，你没错，没问题。如果你有其他有时候飞机在紧急情况，现在在3边位置，没办法。3456，请就落地以后，消防车、救护车。明白了，我现在已经通知了。我机长指挥都通知了，你正常走。好的，我现在再转一圈，转过来以后就落地，向南落地。向南落地啊？你现在看我在什么位置啊？3556，你现在什么位置？我现在不知道你现在什么位置。我现在高度1200，我在飞机啊。等一下，我在继续左转。别下降了，别下降了。可以了，我现在所有飞都避让你了。这是准备降落哪落地？现在几分？你给我报一下方向光速。现在地面几分？好，明白。先跑到落地。这条可以着陆，这个落地平安。
还有1分钟多点吧。来，